綠穿衣系統。快速時尚令人們因為平價同新款而頻繁購買衣物，好多衫淨係着過一兩次，甚至完全唔着，造成咗資源嘅浪費。生產呢啲衣物嘅過程，伴隨住嚴重嘅環境污染，包裝所產生嘅垃圾亦都對地球造成咗進一步嘅傷害。好多品牌喺第三世界國家剝削勞工，導致不公平嘅現象，進一步加深咗社會不平等。我哋提出嘅解決方案係利用人工智能技術結合數據庫進行分析，嚟減少資源浪費嘅同時，達到減低碳排放嘅目的。呢一個系統會有以下幾個嘅主要功能。功能一：新舊衣衫對比。首先喺屋企對衣物進行記錄，並且將呢啲記錄存放喺雲端。當需要購買新衫嘅時候，用家就係需要簡單咁用手機相機影低想買嘅新衫。系統會利用相同埋用家衣櫃裏面嘅衣服數據庫進行對比，分析下新衫同舊衫之間嘅相似度。一旦發現相似度達80%以上，系統就會透過手機應用程式提示用家，建議用家唔好購買相似嘅新衫，鼓勵更可持續嘅消費行為。功能二：配搭小能手。系統會根據而家流行嘅衣服配搭作為數據參考，提議點樣利用舊衣服做成時尚配搭，幫助用家喺唔需要購買新衫嘅情況下繼續保持時尚穿搭。系統會優先選擇有一段時間冇着過嘅衫，再因應天氣提議適當嘅衣服穿搭。例如天氣轉涼，就會提出利用外套做出唔同嘅配搭，從而增加每件衣服嘅使用率。功能三：處理舊衣建議。用家可以利用程式作衣物處理，撳掣之後，系統會將所有9個月以上冇着過嘅衫整理出一個列表，俾用家去揀邊一啲可以整理出嚟進行捐贈。咁樣就可以減少因丟棄衣物所產生嘅廢物。整理衣物唔單止可以節省空間，仲可以將唔再需要嘅衣物捐贈俾有需要嘅人。呢一個做法能有效減少衣物浪費，亦都促進咗資源嘅再利用，為環境嘅可持續發展作出咗貢獻。自綠穿衣系統利用人工智能減少咗不必要嘅購買，亦都鼓勵咗善用資源，追求時尚，再也唔需要浪費，改變穿衣習慣，為環保出力。